来看目前这一组的中国统战的纪录片，最近伫网络公开第2集幕，指出讲中国是安怎来向台湾人去创业，佮讲目前可能有10多万的台湾人有中国的身份证，违反两化条例。陆委会是表示讲，政府会严格来调查。就可以拿到定居证拿到就可以换身份证了嘛？网红包奖加陈碧环家己所制作的中国统战纪录片，内面讲到中国是安怎吸引台湾人去创业。其中一个伫中国的台湾人讲，已经摕到中国的身份证，而且意外个保留台湾的身份证、台湾的护照加台胞证，而且有一寡中间人讲，伫即马大约有10万的台湾人有摕中国的身份证，引起大家讨论。这里有吗？我这个，你看点礼物吗？台胞证，哇，台胞证不是哦，这是都没有。我说，那你如果办好之后，它是台胞证、居住证、台湾护照、台湾身份证，然后呢，我们问过领导，领导说不好意思，这不叫双国籍，台湾只是一个地区。长期伫咧关心台湾甲乌克兰议队影音创作者斯坦伊警告讲，这种手法甲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进程，大量伫咧发放护照的行为模式共款。要学者讲，中国可能就此以中国的法律限制领证的台湾人。要求爱配合中国的国安法加情报法。如果你跟一个随便不重要的人，然后随便聊2句的阴谋论，也可以拿来做影片的话，那我只会觉得很可笑。不要认定中共同路人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的话，那请问我们的反渗透法在做什么？我觉得我们国安单位应该去查，用统战的方式啊，可以说是无孔不入、无所不用其极啊。我觉得台湾现在最危险的是啊，我们一般人啊，整个台湾社会啊，毫无危机感。其实根据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》第9条之1的规定，台湾地区人民不应该在大陆地区设有户籍或者是领护照，若是违反，主管机关会当注销伊台湾的户籍，失去台湾地区人民的身份。陆委会也针对这段影片回应讲，对相关统战手法将会严格审查，希望少数有心人士唔通想要犯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